大家好，我係風水樓王陳貴龍。咁我哋講緊咧風水學咧，喺自己嘅陽居嘅周邊嘅外聯環境。我哋有啲物象，我哋係個吉度係提升嘅，即係對於自己嘅陽宅個吉度係提升。咁我哋講緊一啲球場啦，我哋講緊啲空地啊，或者我哋講緊公園啦，或者講緊啲水池水利啊各樣啦。其實呢啲咧，全部我哋風水學嚟講，旺度咧係會增加嘅嚇。咁但係我哋話好多地方咧都未必有個即係適合嘅泳池啊，或者海堤啊咁係咪？咁但係你話咧，如果你自己個陽居嘅周邊咧有公園嘅話咧，其實我以我做咗幾十年嘅一個論斷而論咧，公園其實係幾高嘅一個旺度嘅物象喺你自己個陽居嘅附近。點解咁解讀咧？其實你睇到我身後咧，你會見到個公園啦。今次我好好彩啊！嚟到個公園咧，就其實好恬靜，因為今日可能晏晝有少少雨嘅關係。咁你會見到呢公園咧，其實咧佢佈滿咗好多植物。有草地，係嘛？有樹木，甚至咧你睇有雀仔喺度食嘢，喺個草地度係咪？有生態，有水、有植物、有泥土，係嘛？咁我哋其實咧佢有一種日換嘅生氣存在嘅。你會覺得話，空地個個都有啦，係咪啊？空地嘅吉度係的確唔夠公園嘅原因，就係因為公園係包含咗一個萬物生機嘅生氣，係嘛？咁再加埋可能喺假期時間咧，就有啲小朋友做嬉戲嚇，即係發出一啲叫正能量。咁呢個咧係可取嘅。所以話陽居，如果我哋話喺個公園能夠得到風水上面嘅吉度咧，係的確係可以成立。同埋我俾佢個分數都頗高。但係如果喺公園裏邊咧，仲更加有水利嘅話咧，佢仲更加難能可貴所以話咧，就大家不妨喺自己嘅家居附近睇睇有冇呢個相關嘅物象出現。如果有嘅話咧，恭喜大家。咁以上嘅資訊咧，就我哋風水三元空間嘅一個論斷。如果你對於三元風水有興趣、有關注嘅話咧，不妨多啲瀏覽我個網站我 Facebook 或者我嘅 YouTube 裏邊咧，包含咗好多風水嘅資訊，希望可以利益大家。我係風水樓王陳貴龍。